今日想同大家分享翻中文學習嘅一啲小心得。Hello， 大家好，我係Delight iLevel 嘅老師啦，我叫 Lin， 喺呢邊教中文課程嘅。而家當下咧，好多嘅學生佢對一啲嘅電子化信息比較處理得困難嘅，因為而家嘅資訊都相對碎片化。對於佢哋嚟講，第一步最難嘅其中之一就係認字方面嘅功用啦。喺 iLevel 嘅話咧，佢嘅教材比較豐富，亦都有特色。針對一啲認字方面咧，俾佢真係了解翻每個字嘅結構同埋佢嘅初始嘅樣啦，會幫助佢哋記憶呢啲字嘅模樣嘅。再嚟小學嘅學生嘅教材咧，咁都會色彩豐富少少，為咗令佢哋更加有興趣去繼續一個中文嘅學習。譬如有一啲嘅唔同嘅顏色要求，佢哋要去反應，然之後去做一啲嘅詞語分辨。咁亦都有一啲嘅貼紙啦，令佢哋更加去上手，知道咧每個字嘅樣，亦都同時去了解佢嘅意思嘅。咁對於中高年班嘅學生，本身佢哋可能會面對一啲文章閱讀嘅比例比較多。所以咧，我哋嘅教材之中都有概括一啲現代文或者係古文嘅一啲嘅閱讀同練習啦。古文之中咧，大家都會比較擔心嘅，喺我哋教材之中咧，都會去逐步解構呢啲嘅詞語意思，都通過練習咧，俾佢哋知道更加多嘅閱題方式，同埋去深化去感受呢一啲嘅文章同詞彙，先可以理解得更加輕鬆。想了解更多資訊，就可以親臨中心了解更多啦。